撒母耳記上以掃羅戰死作為結束。撒母耳記下嘅主角係大衛，佢受膏成為以色列王國嘅第2位君王，並且被稱為以色列王國最偉大嘅君王。咁就滿足咗《申命記》17章15節所講，以色列嘅王必須係神所揀選嘅。撒母耳記下喺神學上嘅重要性，係神藉住先知拿單嘅口宣布咗大衛之約。大衛之約係亞伯拉罕之約嘅延伸。公元前2000年，神出於恩典，應許賜亞伯拉罕土地、美名、後裔同埋福氣，仲應許地上嘅萬族都要因亞伯拉罕得福。呢個就係創世記12章裏面記載嘅亞伯拉罕之約。1948年，以色列喺巴勒斯坦，就係古時嘅迦南地上面重新立國。大衛之約嘅第一個應許，就喺嗰一刻被證實係永遠唔會失效嘅。第2同第3個應許都喺所羅門王嘅身上實現咗。至於第4個應許喺耶穌基督嘅身上應驗啦。耶穌係坐喺大衛寶座上永遠嘅君王，亦都係我哋生命嘅救贖主。呢個就係大衛之約最後嘅應許。